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7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昏是宣布讲，咱昨昏同款无新增加新的确诊病例。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咱台湾的边境即马收假愈来愈好，啊，不过咱台湾嘛袂使靠势，袂使大意。另外，咱台湾伫确诊人数、死亡率、甲康复率，甲国际比拼，拢表现甲真好，代表咱台湾的表现伫世界是一定的。 我们的确诊案例仍然维持395例，换句话说，今天还是零确诊了。 经过一天，国内阁出现高一天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台湾的边境是收假愈来愈好，啊，毋过也是有10例感染源不明的本土个案，其中有8例已经过14天观察期，啊，阁有2例必须要高度警戒。一个当然4月2号，其实到今天过了，4月2号这个案例也会过了是336号。那另外是大家近来比较持续关心的4月8号的379例。 379案这几个这2个我们在持续在疫调。陈时中进一步分析，台湾分别伫咧3月14甲17宣布较严格边境管制，对海外倒来台湾的人进行居家检疫。迄当阵全世界确诊人数拄14万人，到4月15已经超过200万人，死亡率是升悬到6.5%。台湾的死亡率却干那1.52%。 另外一方面，伫咧国际上，确诊者的康复率是24.5%，台湾是39.2%。无论是伫咧防疫还是医疗表现，拢比全世界较好。台湾，我们不管是确诊的病例或死亡的案件，或是我们康复的情况，都是在整个在国际上里面我们做的算是相当的好，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陈时中强调，讲伫咧国际上疫情也是真严重，病例增加真紧，台湾也是袂当放任。而且根据统计，国内目前累计有395个人确诊，其中340例是境外移入，55例是本土病例，有6个人死亡，155个人解除隔离，其他也搁伫咧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即马已经禁止外国人来台湾。桃园机场伫拜二14这一天入境的旅客竟然是无半人。桃园机场公司已经宣布讲，对今日中昼12点开始，要先将20个登机门关起来，这嘛是史上头一摆。 含藏大厅空看过去，只有地勤甲清洁人员。桃园机场伫10时出现出境总人数只有669人的升级记录，佮较因为航班调度，一寡班次取消，迄天一航站入境人数拢无半人。为了省营运成本，机场公司宣布17中昼12点起，将关掉一航站 A1 到 A5 以及 B1 到 B5，第2航站16到40，第6到第20个登机门。 我觉得没有必要封闭航线，因为可以把人流分散开来，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把它关掉一下。当然是最好，对，这样子可能在检疫的部分来说的话，也会比较妥当一些。 交通部表示，这24登机门分别伫2座航站的尾啊，无影响运营需求。是不是能够集中关闭一个航厦？因为那涉及到很多现在还有在发挥功能的这些就是设备，那可能也会影响所有就是在里面工作同仁的环境，所以我们就先可以做的登机门的部分先关闭20个。 另外，机场公司也关掉1、2航站、公共区域基督市住房区、景观休客区30处，重点关掉48间。业者表示，会将员工调派其他商场服务，也是加强在职训练。目前管制区内美食街有原营业，不过今马只服务机场的员工，为了降低库存压力。 将免税商品补税后移到管制区外卖继续经。机场是一个全国最严重的一个经济受灾区，这里的旅客比同期不到1%，我们的收入几近于0，可是我们却在这里承担了政府所要承担、要委托给我们经营的，无论是就一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商业的这些经营的店面，那这样的压力其实蛮重的。 桃园机场即摆将关掉超过一半的登机门，是营运史上上严重的挑战。交通部表示，就趁这个机会要求业者进行跑道等设施整备。另外，第3航站工程继续延。交通部也表示，顶地评估主体航站经费不足，已经向行政院提报争取对价预算，若顺利核定，预计伫今年底对外招标。记者综合报道。 那疫情嘛影响到劳工的膝头，兼班休困、休无薪假的劳工目前要挖15000人。劳动部公布上新的统计，目前咱国内休无薪假的有558间企业，14800多人。
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重创各行各业，连新竹科学园区实施减班休困、放无薪假的劳工，上新统计拢有704人，比顶礼拜增加10倍。以竹科目前申报的8家厂商来讲，其中包括生技、还有那光电跟一些工商服务业，其实这些产业冲击是首当其冲的。劳动部上新统计减班休困的企业，搁比顶礼拜加出220间，有588间企业通报人数也搁增加6000多人，有14871人，人数是8年来上悬。劳动部16日下晡伫行政院记者会搁一摆强调，劳工应申请安心就业计划，领薪资差额补贴。比如说你本来是4万块，减薪减到2万4，那是不是少了1万6？那1万6，政府就补助企业单位转发给劳工8000块。不过，善用劳动部补贴措施的无薪假劳工是少数。根据记者会公布的数据，申请充电搁出发一份补助的有1814人，申请安心就业计划只有605人。因讲是只有4%无薪假劳工申请。批评聆听业酒店人员伫面册发起联署，呼吁政府应该有针对酒店业的纾困补助。只要他提出我们充电再出发，那如果他愿意屈就，那我们在立即上工的这一个工作机会，我们也可以纳入。台湾是温情的社会啦，只要我们一起协助他们，不论各行各业。劳动部纾困措施大部分都限定是有劳保的人。发起联署的酒店人员透露，写联署书的公馆有83%拢无劳保。面对重新开工是遥遥无期，也希望政府应看到因的生活需求甲处境。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伫国际顶头7大工业国的头人16日开视讯会议，同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要共同来对抗疫情带来危机。嘛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针对疫情的资讯无够公开，而且长期做了无好的部分，爱检讨、爱改革。另外，日本政府为着要防止疫情传开，昨已经宣布讲，全日本拢要进入紧急状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日暗宣布，本来针对这个都道县府发布的紧急事態宣言扩大到全国。4月7日に宣言した緊急事態措置を実施すべき区域を7都府県から全都府県に拡大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す。実施期間は5月6日までに変更はありません。根据 NHK 统计，日本累计确诊者将近9300人。安倍讲，考虑到北海道岐阜县加京都府的确诊者增加，加4月底到5月初日本黄金周长假的人员移动，希望尽量减少人甲人的接触，所谓人民做伙团结对抗疫情。安倍尾也参加7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领袖的视讯会议。这个领袖伫咧会议中同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抗当前的疫情。参加会议的领袖也认知 G7 国家每年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供超过10亿美金的资金。不过 WHO 伫咧疫情资讯欠缺透明度，而且长期管理不善，希望对社会进行彻底检讨加改革。七国之一的英国过去24点钟久死亡人数增加861人，总共死亡13729人。禁止出门命令搁延长3礼拜。But based on this advice, which we very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hat the current measures must remain in place for at least the next 3 weeks. 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东西区纽约州，搁增加606例死亡，不过新增加死亡人数是10天来的新低。虽然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州长古莫又宣布，居家防疫延长到5月中，大众交通工具的乘客驾驶拢爱挂嘴烟。Today, I'm going to includ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private transportation carriers, for-hire vehicles, any operator of a public system, an operator of a private carrier, and for-hire vehicles must wear a mask at all times. 这项决定也表示，纽约州未来1个月拢无法度让经济重新回到正常。美国为了要防疫牺牲经济，在过去4礼拜已经有超过2200万人申请失业给付，是近代上惨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
这回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0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共款依次伫395例，香港有1017例，日本是9000多例，伫南韩是超过10600例。美国即阵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超过67万例。欧洲的意大利是超过16万8,000例，西班牙是超过18万2000例，法国超过16万5000例，德国超过13万6000例，英国是有10万多例，伊朗超过7万7000例。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遮尔有才调，全世界嘛拢有看到。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台大教授张尚顺，伊嘛讲，伊有接到 WHO 专家卡来电话，在讨论武汉肺炎的病毒。电话内底嘛有讨论到咱台湾的疫情。台湾近期甲世卫组织一直有交叉，也毋过近期有重大突破。专家组成小组调集人张尚顺证实，15有接到世卫来电话。了解说我们做的这么好的一个结果是怎么做的？那包括我们目前的个案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状况，有没有本土的传播的一些状况等等，也都有一些意见的交换了。世卫组织一位专家加上一位法律顾问，甲张尚顺电话会议讲了1点外钟。电话中讲到疫苗研发，台湾也希望参与，也毋过 WHO 无答应，表示个建议。也毋过 WHO 到即马又员讲，并无疏忽台湾对武汉肺炎疫情事件，并且表示当时台湾的电子邮件并无明白讲到人传人的危险。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会中有讲到7个案例隔离治疗，都是人传人的精神。真的是无言以对，所以让历史、让时间，来证明，就是说这一切是你的事实到底是怎么样。说到隔离治疗还不知道说会有传染的可能性，那未免也稍微不太好了哈。美国白宫16发出新闻稿，点名 WHO 疏忽台湾警告造成爆发。当时事件源头来自一篇 PTT 大文。去年12月30日，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因为半暝困袂去，伫网络论坛 PTT 看到新冠病毒相关资讯，因为文章出现 SARS 相关资讯，加上是来自病院内部传出信息，有一定的可信度，后续拢蹭起来。是李文亮医师他贴的就是说，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有确诊了7例 SARS， 当然看到 SARS 我们就会非常提高警觉。讯息图上还有发现其他的医疗人员在讨论，还有像是医院里面实际上发生案例的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再回去继续睡所以也没有什么补眠这种问题，就赶快把这些讯息提供到我们署内的群组，然后后续做该做的一些事情。网络乡民讲，就是这篇报告新闻，和台湾超前部署，也拍面 WHO。也毋过，陈时中也表示 ，WHO 虽然有部分有淡薄变调也毋过若讲回归专业，依然是非常好的卫生组织。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美国已经宣布讲，暂时无要阁捐钱予 WHO。失去美国这个金主，中国即马是讲，伊要捐2000万美金予 WHO 秘书长谭德赛则讲，甲美国的关系真好，毋过总统川普拜七日宣布暂停经济援助，谭德赛敢若当表示遗憾，中国嘛出面收听。We regret the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order a hold in fun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中方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谭德赛嘛呼吁其他国家斗相共来补债务无够的所在，中国就虽讲要提供2000万美金予 WHO， 不过 WHO 嘛呼吁消息较慢，强调讲早伫咧公布第一份指南的时阵，就讲到人传人的风险。针对台湾民间发起公告，呼吁 WHO 无应该排除咱台湾 ，WHO 是用13点回应想要收银所以蔡总统嘛发布讲，这证明台湾去互鼓励无法度完整参加。我们应该要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参与权，我们能够双向的跟 WHO 有一个互动。蔡总统呼吁 WHO 来接受台湾国际成员的力头嘛加强，若是台湾的国际援助嘛无登去，第二波的佮捐予美国100万的喙安，以及16就会寄出去。之前捐予科罗拉多州的10万的医疗喙安已经转交予州政府。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普利斯佮特别录影片来感谢台湾捐喙安的部分。
I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aiwan for your generous donation of 100,000 medical masks to the state of Colorado. 另外，过来卖关乎日本200万的喙罨，表现台日真歹的关系。各国拢真感谢台湾关的喙罨，毋过德国政府发言人15号问到台湾关喙罨的问题时阵，是完全无讲到台湾，敢若讲感谢其他国家的帮助。对这个代志，外交部回应讲，台湾过去捌受到真侪国家帮助，即马敢若是尽国际义务，无一定爱别的国家甲咱说多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向前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国际期刊的报道，泰国有一个法医参像是互死去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遗体去喂着病毒，这嘛是全世界头一例。来看《苹果日报》，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在进行4种无同款疫苗的研究，其中有一款合成生态疫苗上解紧，已经在做动物的实验，将近4月底就有初步的结果，望讲年底会使进入临床的试验。来看《联合报》。伫上海东方卫视做记者的台湾人张经义，伊是伫咧这个电视台，派伫美国白宫的记者。之前伊互美国总统川问讲你对倒来，伊是应讲台湾。不过陆委会认为讲伊是中国媒体的记者，而且这个媒体是中国共产党的，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按算被处罚。受疫情影响，行政院打算加起1亿500亿、1500亿，摕来做纾困预算。不过国民党即马是积极讲，即马伊的纾困申请真够工，而且佫一大堆的规定，看会到食袂到，所以昨昏串联22个县市的议会甲党团，主张讲要行使排除好野人的条款，了后呢就直接分现金。不过咱总统蔡英文是无赞成，伊认为讲纾困毋是要野钱。纾困发现金，防疫要口罩。行政对家纾困预算1500亿，不过到底是不是要发现金调影差个真厉害？国民党16总党员发动22县市议会党团开记者会，要求纾困直接发现金向中央施压。我们来讨论怎么发，怎么排付，让所有需要得到政府纾困的人民都能够得到。国民党也支持行政提供贷款或者是补助申请真麻烦，大家疫情较平稳，才发库碰券未付应急。还有夜市业者表示，库碰券透过电子支付，都限制无法度让业者直接收费。推动这个库碰券是非常的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所有的硬体设施都完全没有落实。面对在野党甲业者呼吁发现金，蔡总统强调，纾困甲振兴方式无同，现阶段是纾困，不应该无分对象野钱，振兴鼓励消费用库碰券比发现金效果更较好。现在发现很多人，包括国民党，常常把这个纾困期跟振兴经济期所用的政策手段搞混了哈。那我们的发放呢，不是一种不分对象的大撒币，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些资源放在最需要的人的身上。我们是有发现金，总计就像院长在财视所说的，超过1000亿，包括补助营业额衰退50%以上或无法持续营运的艺文类的员工的薪资或该事业的营运资金。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对家预算1500亿，其中1035亿就是发予个人的现金补贴，除了员工旅宿业、弱势老幼、身障者也建议每个月加发津贴1500块，政府现金补贴会开伫应该开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咱来看云图。今日的天气真好，中昼有小可亲像热天啊。即马只有伫咧东部甲东南部有地渐雨，若西半部日是暗时温差是较大。温度方面，自北到南，高温拢有31度到32度，东半部高温大约有28度。不过呢，早暗的低温是16度到19度，所以温差有较大。明仔载拜六，南边的云系会往北刷，东半部会落雨。南部还有山区过道了后有雷公雨。礼拜2甲后礼拜1，中南部的平地到外岛是侪云，若其他的所在有阵雨。若后礼拜2就会变天哦，因为有锋面的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天气阁会反寒。另外，这2天除了华东以外，其他的所在空气品质拢无介好，乡亲一定要做好防护。当年妈祖生即阵啊，即阵啊。
屏东垦丁的大海内底是真水，因为酸乌在生卵，海底有一粒一粒粉红色的酸乌卵，咱做伙来看。会当看到脚酸乌顶悬一粒一粒粉红色的，敢若珍珠共款的物件，一日的时间飞出去，飞伫咧海面，侪清的海水内底，会当看到真侪粉红色的，亲像珍珠的物件，伫遮飞来飞去。时间就是农历的3月23的前后，是它产卵大量产卵的最佳时机啊，都很感动啊，因为我已经看30几年了。这几年风台较少，加上生态环境保育的成果袂歹，酸蚵生长的情形是愈来愈好。为14开始，这几天到后个月15，是酸蚵生卵的时期，真侪唱水味的人，拢穿几套的装备，伫咧暗时啊落去海面看酸蚵生卵的情形。珊瑚是很有趣的生物，它有雌雄同体的物种，也有雌雄异体的。然后雌雄异体的话，它就是同时排放精跟卵，同样在一个时间集体产精产卵。然后才能让那个受精率增加。学者提醒，唱水味落去看的时阵，千万唔通打到酸蚵，点点伫边仔欣赏就好。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伫咧暗时啊唱水味的时间，敢若到暗时10点。若是要延长，会记得爱申请，若无会收到3000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美国即马已经宣布讲，暂时无要阁捐钱予 WHO 啊，不过伫咧国际顶头是引起正人的批评。Today, I'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不满世界卫生组织 WHO 处理武汉肺炎疫情失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停金援 WHO， 引起外界批评。有名医学期刊《刺格针》主编霍顿就伫推特骂川普的这个决定是犯违反人道的罪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认为，这个决定就甲听起来同款危险。伊甲太太梅琳达所设立的盖茨基金会宣布捐出1.5亿美金，插到新代表45亿对抗病毒。Defunding the WHO makes absolutely no sense during a pandemic. They are exactly the organization that can deal with this pandemic. We need a global, coordinated response. 欧盟重要成员国德国甲法国也前后表示支持 WHO 成为面对疫情大流行 ，WHO 应该得到完整资助。zur WHO geäußert. Ich habe gesag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von der Wichtigkeit der WHO in dieser globalen Pandemie überzeugt ist. C'est une situation évidemment que nous regrettons car vous connaissez l'attachement de la France et singulièremen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multilatéralisme. 美国医学学会主席哈里斯也表示，徛伫公会立场 ，WHO 伫全球压制武汉肺炎疫情扮演关键角色，呼吁川普爱阁考虑撤资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自本应该是带头爱对抗病毒，却因为偏心中国引起争议。即马新型冠状病毒是甲真侪国家害甲真凄惨，抑佫另外一种病毒即马嘛来乱当地攻击 WHO。外电报道讲，有木马定式嘅一寡电脑病毒即马渗透入去 WHO 的资讯中心，或者 WHO 的损害真恶评估。名称源自古希腊神话的特洛伊木马电脑病毒，运作方式类似惊人世界的间谍，经过由特殊管道安排渗透，闯入目标的电脑系统内，定时也是无定时向实体病毒骇客发送信号，有时是请求支援，有时是发送敏感资讯。美国的资讯安全业者亲自分析世卫组织系统，发现，伫今年3月的14、17甲24、3天，骇客实体系统的无被停时，拢总向外发送信号达到213摆，其他日期是完全无动作，互世卫组织本身的治安人员真歹发觉。目前虽然无法度评估造成偌大的损害，也毋过上互治安专家烦恼的就是骇客运用的是实力无码定时，也是用大量的空袭小号发送电子邮件钓鱼。这寡已经是以前的部署，也毋过成为全球防疫中心的世卫组织竟然是无法度去做到。
不过，主办业者指出，就算 WHO 也是任何组织大加强防范措施，也无一定会当阻挡机密资讯外流。今卖骇客会找到目标有资讯往来合作盘下手。After they get through the weaker supply chain security, attackers don't always breach the organization for data. They can just sit and wait. This makes perfect sense. Why fight through enterprise-grade defenses when typically anemic third-party security is so much easier to compromise? 业者指出，只要一寡合作盘机构的治安防护不如目标本身强，都会让目标的资料库大门拍开，像目标机构重要人物的个资、小号密码、私人记录，也有目标机构的法律资料等等，骇客等伫外口都当摕到啊。Once the high-value data package has reached a compromised partner, attackers can make as many copies as they want and send them anywhere. 同款麻烦是找世卫组织下手的骇客，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家己做的，有的是集体行动，也有的疑似是幕后有国家操控。路透社日前报道指出，即摆疫情惨重的伊朗被点名是骇客的幕后黑手之一。不过到底有甚物人参与，动机佫是安怎，目前全部拢无法度证实。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讲，因的疫情有较冻点，也毋过伫15至1日，中国本土病例有12例，这是指昨仔的新冠。啊，那乌龙港的哈尔滨市最近因为境外带病入去案例日头增加，即嘛引起社区感染，所以伫当地环头的官员嘛封换掉。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的疫情通报，到15为止，总共新增加46例确诊，其中12例是本土病例。本土确诊数量是伫咧3月18无人确诊以来上悬的。啊，毋过官方也是讲，即卖的同情病例数量已经降低到50例以下。现有确诊病例898例，其中重症病例46例。中国加强日头要严格预防疫情扩大，啊，毋过乌龙港哈尔滨市因为发现社群群组感染，主要负责官员毋若去用约谈，15已经互撕掉。最近广州境外病例增加，外界嘛纷扰讲广州的疫情会出现变化。中国疫情专家钟南山嘛强调讲，应该继续严格预防境外移入。So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for the foreigners who are coming to China, and also to make some check up and see whether they have infected with COVID-19. Not only foreigners, the Chinese who are studying or working outside China all need to receive this checkout. 除了预防境外移入，为了防止本土疫情扩大，伫咧教育方面，中国教育部已经发文要求大学生伫咧疫情控制期袂当出去学校，家长嘛尽量避免入来学校内底，而且趁机会控制学生群组性的活动。官方嘛宣布讲取消原本伫咧今年顶半年全国性英语鉴定考试等等。中国所落来要面对5一连假嘛唔敢放假，连防疫专家拢呼吁民众莫去人济所在佚佗。对，还是要避免人群太多的汇聚。要了解中国还是最安全的，国际的隐私还是比较严峻的。官方数据虽望显示疫情也是伫咧转好的阶段，受到选民的肯定。第4南韩总统文在寅带头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即摆选举大赢。开会之前，南韩共同民主党党员陶丽丽对到4月后定准满6年。南韩10个月国会选举，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过去几个月防疫措施控制疫情真有效，得到选民的信赖，摕到过半的席次。包括总统文在寅的施政支持率达到55.7%，创下过去18个月新高。 먼저 저희 민주당에 큰 지지를 보내주신 국민 여러분께 다시 한번 깊이 감사의 말씀을 드립니다. 어제 선거 결과를 보면 선거 승리 기쁨에 앞서 무거운 책임감을 느낍니다. 南韩国家选委会统计，这届选举投票率是66.2%，是28党内的新高。第300个国会席次内底，共同民主党甲合作的共同市民党，拢总摕到6成180个席次，加速超级执政党。因真紧处理通过各项法案，卖当卖擦在野党的反对，进行除了修宪以外各种立法活动。 也毋过，这嘛反映讲未来在野党可能真歹发挥对政府的监督甲制衡作用。另外，伫2016年变一道城南韩的前北韩官员太英豪，即马已经改名成做太久民的议员候选人，嘛伫即届选举当选。这
这是头一届有脱离北韩的人当选南韩的国会议员。蔡救民认为，两韩分裂70多冬，这是让两韩民众和解统一的头一步。伊个讲，南韩就是伊的祖国，伊的选区江南区就是伊的故乡。伊承诺会记牢家己脱北的初衷，尽力在两韩关系内底发展正面的对北韩关系政策。记者连上报道。来关心外国媒体有报讲，美国的国务院有公布一份报告，表示讲中国在去年假sen将有伫新疆进行小规模的核子试爆，这已经违反国际禁令。中国去年就伫咧新疆秘密进行几年的小规模地下核子试爆。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务院伫要公布的军备观测报告，记真侪咧，像讲新疆核武基地活动真侪，基地大量乌窟仔，即个中国违反禁止核子试爆的条约。无遵守冷冻量核武测试禁令，学者认为讲，甲中国想要发展核武小型化有真大的关系。它是小型的，它的辐射量相对比较可控制，但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也就是说，从道德上来讲，它可能也是被道德谴责的程度不会那么的高。中美两大强权最近伫咧西太平洋继续军事比拼，学者指出，中国可能把核武当作是对付美国的最后手段。那么，我觉得中国也必须思考，就是说，它怎么去处理跟美国之间的竞争，避免这个局势升高。我觉得这是中国必须要去处理的。中美两国经过台海、南海的情势紧张，一直到贸易战，还有最近的武汉肺炎，学者嘛坦白讲，中美两国的火车是愈来愈大，甚至总统川普年底无连任，嘛无法度修复两国的关系，所以嘛传出讲川普按算要摕新疆这个报告来当作军事谈判的马子。学者认为讲用来限制中国发展中程导弹飞弹的可能性是真悬，到时阵会去影响到亚太势力的平衡，嘛值得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是目前全世界头一个开始比赛的运动，已经吸引侪外国媒体关心吗？若比赛的时阵，比赛转播即摆嘛有用英语转播，结果全世界有65万人次在收看，大部分拢是美国人。哎呦，这个球还在飞，世界内还见过超级大号的再见全垒打。最后现单场3响炮，乐天桃园9比8拍败统一赛，乐天收了接触了后的第1胜。这场比赛，美国甲日本要球迷伫线收看，转播上也搁头一摆试着全英语转播。Well, the full name to be Unique President 7-Eleven Alliance. This is the first game of the Lactaid Monkeys. 世界棒垒球总会亚洲特派王훈庆甲伫台湾18年外国人韦恩搭配，已经伫推特报上反应热烈。几啊位美国的大联盟球评更加转推，留言所在拢是肯定，也有积极主信对好球的判定。感觉上好像有很多人在看转播，对，而且今天早上我还接到了加拿大跟美国媒体的一个联络，他们希望能够采访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整体来说对台湾的能见度是很好的。根据主转播商统计，15湾西大战 ，Twitter 累积近65万人次观看，6成来自美国，其他是日韩甲南美洲等国观众。中指指出，礼拜2开始每场球赛拢有海外球迷得到，以美国、日本上侪，所以官网甲 CPBL TV 拢更新提供英文版资讯甲赛程。尽量能够把国际的讯息能够让他们去很简易的。可以去搜寻到，那现在陆陆续续也在跟各个国家的一些的讯号这边也是在谈。邦胜贤讲，全球疫情严重，中日领先，无观众这场比赛受到比以往更较侪关注，所以现阶段上重要的还是做好防疫，互比赛会当继续落去。所有强化推广的力度，互其他国家的球迷看到中日的文化甲水准。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疫情摊开，咱政府要针对人丁较侪所在做管制，要来针对亲像是夜市啊，也是市场做人数的管控。经济部即摆经营台北的南门市场，也有宁夏夜市，要做全国的示范点。业者塞车入去南门市场，未来这个出入口都无要开放。南门市场自治会16甲台北市市场处提出第5波的管制措施，因为市场的范围真大，干那将2个出入口关起来，其他的出入口用出入分流的方式，而且有专人伫遐顾咧。自治会表示，成员拢是单位的业者，若要严格管制出入口，还佫需要政府派卡手来斗3工。入口大概有7、8个，管制以后最大的入口大概只有3个，停车场入口1个这样子。
变成收了一半。目前台北市市长处已经开始招募临时人员，而且协助印相关的公告。上紧伫咧拜六礼拜新的管制措施就会当实施。也若苗栗县唯一一个有合法登记管理的英才夜市啊，配合防疫，伫咧食饭的所在有用隔板，嘛无互民众食公道。入场的人数嘛袂当超过500个人。不要给他订桌了，除非一家人有没有？我会留3张、4张大桌的。做的这个分流的措施啊，限制500人的人数哈，在里面来活动。那如果有超过的时候，我们就会先禁止这个人员的进出。苗栗市公所表示，夜市的出入口原本有4个，即嘛改做1个，而且伫咧出入口有做管制。夜市的业绩差不多减5成，部分的单位因为另外有店面，所以就规期暂时外去夜市啊摆摊。虽然生意歹做，不过为着防疫，也是干那会当请大家多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公车因为疫情的关系，3月份的载客量落尾2成，所以公车业者按算要检车纸，有70条路线拢会检车帮。坐公车人明显变少了，武汉肺炎继续烧，民众减少出门，不止重创航空业，就连上北公车业者也正做重灾户。干那3月载客量就落将近2成，所以14间连营公车业者决定减帮应行。如果离峰的话是比较少人搭啦，所以可能影响就比较没有那么大。是有不方便，但是不出门就没有差了。根据上北交通局统计，14间连营公车业者有10间提出申请减帮，目前减帮的公车路线有70条，上北市有35条，而且为2月份开始，就陆续有业者向交通局提出申请。同意他缩减的时段是在离峰，那离峰的时段，我们要求他缩减的班次也不可以超过1/3，所以维持一般民众生活日常所需，基本上还是足够的。公车不止运用减少，车厢外块广告收入也落将近2成左右。业者无奈表示，伫袂当帮无成价人数车辆这固定成本袂当减少情形下，支持甲真辛苦。像电影广告都没有了，他接不到广告，他宁愿解约赔偿你，他也要解约的话，我们公车业者这一部分再没有收入的话，那就是亏损就更加的加大了嘛。公车业者表示，交通部最近针对过度客运计程车业者提出纾困计划，不过对公车就提供酒精催安。交通部路政司表示，市区公车本来为99年开始就推出公路公共运输计划，每年拢编列40多亿经费补助，免停汽建税、牌照税，一切依照规划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无人出门，经济受影响。即马全世界受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是 IMF 搁一摆提出警示，讲亚洲今年的经济无啥乐观，会出现这60年来这一架子以来头一摆无发展的局面。咱国内业者嘛支持这款看法。前元大港的大厂台积电公布第一季的财报，税后纯益1169.9亿，一股赚4.51块，搁再创历史新高。台积电总裁魏德嘉强调，台积电受到新冠病毒的冲击比同业较少，并无看到客户大量取消订单。按算第2季的营收会依次掉咧，比大多数外资法人预估的还搁较好，因为先进的制程也是台积电主要的营收。7-nanometer process technology contributed 35% of wafer revenue in the first quarter. 10 nanometer was 0.5%, and 16 nanometer was 19%. 不止个 IMF 搁一届警告，认为今年亚洲的经济可能会零成长，是60年以来头一届冻点。分析报告指出，因为疫情的关系，以服务业甲出口为主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是上大的。国内经济学者分析，亚洲各国的经济主要是靠买卖，若是疫情继续拖落去，今年亚洲各国的经济表现是无法度真乐观。在亚洲的这个相关的贸易都是以中间材这个贸易为主所以你看这个需求萎缩，基本上这个供应链也没有运转的动机啊。另外，国际油价继续伫咧落，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的价格落破20块，跌幅度是1.19%，创下18年上低。按算到今年的年底，油价也是会落，若是继续一直落，恐惊会引发全球通货缩案。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疫情嘛影响真侪表演团体，一寡表演毋是取消就是延期。抓风车嘛表示讲，若准到年底疫情也无法度收煞，拢未结束，就可能要甲剧团收起来。
闪电剧场开播，互表演者对舞台兼入来网络世界找出新的出路。因为受到疫情冲击，真侪剧团的演出拢去用取消或者是延期，嘛互表演者收入差不多拢无啊。做外送啊，大家也在想办法来这样子的面对这样子的疫情的状况。纸风车返校日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啦，所以它的核心价值还是要照顾表演艺术工作者。抓风车剧团对2月份开始取消70多场的演出，票房损失上无4000万。立功剧团的人间条件6，顶半年18场演出全部取消，超有2400万的票房收入消失，再加上厝税、人员薪水、仓库等等的固定开销，英文总统是安动动。若是疫情到年底还未转好，敢会当考虑甲立功甲抓风车剧团收掉。纸风车、绿光，然后它大概一个月的管销大概就是548万。本来预估是说大概到6月的状况，那如果说其实再下去，我们其实会撑不住。政府的补助我们其实都心怀感谢，对，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整个一次申请顶标是250万，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光靠政府，本来就应该自己努力。那我们自己要评估说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虽然营运状况无啥好，不过抓风车也是伫咧3月份上线电剧场，而且推广1分钟促演影片订购，但是一选题当得到3000块。而且疫情毋但冲击到艺文产业，因为各种大型活动停办，嘛致使各大庇护工厂的订单减真济，不离个身心障碍员工也是逐工拢爱上班，加强训练。担心他这样的一个中断，会让他们的一个学习的部分会有倒退的一个状况，就学得越来越好。比别人的进步多。因为各大活动停办，订单卖数量已经降低，结果就连无亲戚咧压订单，敢若去年的一成，永远是受到真大的打击。不过各庇护工厂嘛，扫出外会当在餐点、冷冻食品，想办法要来救生理，希望讲会当度过这段防疫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有专家讲，透过冷气的空调有可能把这病毒愈传愈远，传搁较远。咱国内医生嘛是建议讲，伫冷气空卡、冷气空的风尾尽量较莫坐。新型冠状病毒真可能透过空调吹暖手传播。中国广州一间餐厅今日初发生3件家庭群组感染事件，当时去消费的3个家庭拢坐伫同一区，离差不多1公尺。当日暗时，这个伙仔其中一人出现发烧，就医了后确诊。后来 B 甲 C 一个伙仔也陆续有人确诊，研究人员怀疑是空调问题。国内医师表示，若确诊患者加速或者是拍加上空调气流方向，真可能是传播的关键。这些飞沫呢会顺着风的方向来延长的更后面去，所以常常呢，你如果是有人刚好咳嗽打完这个飞沫呢，如果在有风的状况下，有时候可以吹到7、8公尺外都可能的。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互全球超过10万人死亡，国际陆续有研究显示，食粉的人若不幸胃着，产生的动静甲死亡率是无食粉的14倍，甚至比年岁较大的动静的人风险更较大。一旦你吸烟的话，你的肺部结构出现了问题，你的肺部表面结构整个被破坏，那这个病毒容易进入到你的肺部，那加上你的免疫力也降低，所以这个很容易从上呼吸道进行到下呼吸道，病毒的数目在你的肺部里面就会快速的增加，造成一个重症。医师强调，粉害防治甲戒粉虽然是老花，未少食粉的人可能是无要无紧，不过面对武汉肺炎疫情威胁的同时，大家爱赶紧戒粉，也建议民众密闭空间开空调时阵，唔通坐伫风吹出来所在，以免病毒吹散，传播更较紧、更较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要互乡亲知，农委会对10月开始启动买肥料爱徛名新制度，买肥料爱先注文。头一天就有3000多吨的肥料开始要配送去各乡镇，严格伫还未公告进前就注文的，拢无准算爱定来，这嘛引起争议。农民手提专做单去农会登记要买肥料，农会嘛用伊来确认前的面积，避免囤货状况。农委会伫进前宣布买肥料爱实名制，不过因为进前预购的部分，即马爱重新登记，这嘛互赶要使用肥料的农民感觉真烦恼。落去南部一直问啊，朋友拜托一直问看因有3包5包啊来扛转来啊。过期登记都无，搁爱搁登记，登记3礼拜搁无啊，你也是用来搁等3礼拜。未来这个车啊都要挂，初岁期你无高龄加的肥料落，伊个水吼作细水的嘛，这种比病虫害，搁比迄个天然灾搁较严重。
农委会表示，3月17实施预购制度，第一阶段总预购量已经要到10.8万吨，已经配给4.6万吨，比去年同期搁较悬。今年的早冬肥料总共卖35.5万吨，嘛比去年同期的30.7万吨增加15.6%。毋过肥料供货有够，是安怎有农民买无？农委会指出，是预购的量比需求量较济，而且有真侪项配送的时间有增差等等的原因。毋过早冬的野肥高峰已经结束，目前干那需要肉肥，预计肥料的需求量卖到稳定。有恐慌性的这种预先购买的这个情形发生。当你实名制的时候，当农民填3年单，他填了以后，他只要带一个身份证就可以了。这个土地有多少面积，然后再经过农民所写的作物，我们马上可以做一个检核，它的合理的肥料量是多少。农委会嘛说明，希望未来当建立农民卡来做农业资材，拄到天然灾害补助的时阵，直接用卡片来当核对身份。若是推测会当顺利，未来嘛继续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雅区去年10月份有一间违法的铁皮工厂回收处，造成2个消防人员不幸过往。近地附近更有业者用农地里起工厂，即马市府已经要求讲1礼拜内要家己拆掉。铁树工厂的工人无用时间，也毋过并毋是咧搭建，而是要拆除。台中市大雅区这间工厂其实是违法起伫农地上。台中市府都发局伫1月中现场也咧整地时，就已经接到检举前往下令停工。也毋过业者竟然也是伫顶礼拜六偷偷将工厂赶工起好。可能是业者认为无所谓，这样案子大概可以改了。那应该是在上个礼拜6、礼拜天就整个做一个建筑行为，把整栋的铁皮违建已经盖起来。台中市都发局表示，这间工厂占地近1000坪，都伫去年10月初发生消防队员殉职的违章工厂附近，10月发现工厂已经起好，所以就要求业者伫7天内需要自行拆掉。对于台中市府落实农地新建工厂一步一拆，款团予以肯定，不过多数的管区并无法度做到。中南部除了台中以外，其实蛮多的县市都还是有相关问题，然后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成立一个几台的举报网站，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地方县市人力不足，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民众与我们一起做这个相关的回报工作。吴基勇认为，真侪县市政府因为人力问题，无法度做到一步一拆。那员工才发现，就爱禁止断水断电甲白拆时停，普通一拖可毋知什么时阵会当拆。建议伫每一个乡镇区至少配置1名稽查员来做查埔，才会当更较有效率阻止农地工厂继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台南市的山上水道博物馆，进前有收养一只流浪狗，网友跩甲号名号做园长。经过台南市动保处的训练了后，这只狗仔登去博物馆啊，文化局佮专工替这只狗仔举行一个就职典礼。这只看起来真怪的狗仔身份真特殊，伊是台南山上水道博物馆的园长。经过日的基本训练，市长黄伟哲亲身介请园长的狗仔来收证。虽然园长看起来真紧张，不过市长讲欢喜有伊的加入，唔那正做水道博物馆的外交牌，嘛代表园区打造对动物友善的环境。我们收留园长而且这个跟园长互动，一方面跟游客互动，一方面也是一个动保的一个活招牌。其实园长原本是一只流浪狗，有一天走来水道博物馆了后，就赶袂走。馆方寻求网友的意见，最后决定把伊留落来。园长的任务就是保护园区，甲游客佚佗。市长黄伟哲阁真趣味讲，园长是市府的一份子，嘛要接受年尾的科学评定。加入成为台南市政府团队的一员，我们也对他进行年终考绩考核。如果做得很好的话，我们饲料一定会加料。动保处长吴明斌表示，园长是台南市第一只形象犬，以后就会伫园区内底甲游客互动。另外，水道园区内底嘛提供宠物推车，互主人会当轻松带家己的动物宝贝踅园区。若是宠物无落地，希望大家拢会当生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主要生活伫咧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野狼，过去因为乌白抓强要坐证，20当前发起保育计划，先生团才人工来饲大只了后才野放，所以数量自本只有13只，即卖已经拖到163只。虽然讲也是真稀罕，毋过已经较无坐证的危机。
捌定定出入伫咧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野狼，伫咧19世纪到20世纪，捌因为去威胁到人类所饲的精神，因的生态全去封闭到绝路。到了1970年代末期，当地已经看无墨西哥狼的脚印，但到1998年，动物保护团体甲有人饲的野狼放生了后，这复育的工程才正式展开。20多年来，这项保育的工作唔捌断过，为着掌握墨西哥狼的动态，保育人员固定时间拢会出动直升机为空中观察，除了算因的数量，佮爱甲因麻醉，替因做身体检查，而且伫因的身躯甲一个卫星定位的设备。伫咧最近一摆的调查发现，墨西哥野狼数量为当时野放的13只，即阵已经增加到163只。不过为着避免互相配亲，动物保育人员是下不少苦心。And so cross fostering is when you take an animal born in captivity that's between 5 and 10 days old usually, and you take it from its natal litter and you stick it in a wild den, and then it's raised with that wild pack by experienced wild animals. And so you get the genetics into the wild population. And 不过，墨西哥野狼也是闪袂过去互非法拍拉的命运。经过动物保护团体的拍拼，即阵已经争取到扩大野放的范围，希望人类甲野狼会使和平共存。I think maybe the biggest hurdle for wolves everywhere is just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hem, or tolerance for them, or lack of tolerance for them. 专家强调，保育墨西哥狼会使助长生态平衡，也维持生物的多样性。过去10年来，这种特别长种的动物，当年数量平均增加15%。不过，要为长种的名单除名，也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病毒保证疫情嘛算长一个世界，有医护人员治病煞爱家己照顾家己，也嘛有新的妈妈因为病院的隔离措施的关系，就家己一个人甲囡仔生落来。皮夏诺沃斯基87岁父亲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过身，离开时阵身边只有护理师。院方为了防疫禁止探病，因为家伙啊连父亲最后一面拢无见到。He slipped into a coma. Eventually, his kidneys failed. They told us that they weren'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anything more for him, that they would take him off the ventilator. We know that we can't actually all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funeral, a service. There's just a lot of unknowns, and we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yet. 阿拉巴马州一间病院的当前交护病房护理师罗伯兹，伊资历无深，27岁拄着世纪的疫情，也看到真侪心碎故事。He was up there for 20 days without seeing anyone. I stood in there and just held it up to her ear, and they said their goodbyes. 虽然第一线医护人员比一般人看到更较侪的悲伤故事，但过将病人抢救转来，欢喜的感受也较强。英国克雷伊登一间病院，先讲伊伫一位伫交护病房 ICU 的病人，也是这间病院第一位 ICU 康复病人。美国纽约的一间病院医护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年岁大的病人救治无简单，伫澳洲墨尔本医护却做到，一名94岁老太太伫住院3礼拜，康复出院，医护伫为病人拍扑的同时，也为家己加油。疫情之下，以往大家熟悉的小人陪伴已经成为毋茫。英格兰单亲妈妈亨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将会独立照顾新生儿，也毋过疫情爆发前，有约的健康专员交付指导，最后只会当透过电话教学。也毋过伊认为家己有够坚强，有能力面对。最近有真侪新手爸母，也因为院方防疫，产妇需要家己伫产房生产，互翁婿伫外口等待。超阿翁仔宝伫1个月前体检出阳性镜头菌，总算度过隔离期。我伫最后一刻买婴儿用品，即满欢喜迎接宝贝查某囝。也毋过爸仔囝拢有难忘的出生回忆。父亲是伫1986年车诺比事件发生了后几天出世，查某囝是伫疫情爆发期间出世。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咱台湾各地偏乌、金门、马祖，大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部甲东南部有地接雨，西半部只是暗时温差较大。若明仔载拜六，咱边的云系会往北煞，伫咧东半部有局部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的所在甲外岛拢是侪云到好天。毋过明仔载过到了后，南部也有山区有局部的雷阵雨。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32度；东
东北温度是17度到28度，外岛是14度到2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